接下来是比赛的第4个回合。上一个回合，朱一俊在拳台上面打出了他在成立联盟比赛以来让我们觉得最进取、最富有攻击性的一个回合。在自己体能很困难的情况下，打出了不错的进攻。我们通过慢动作，好拳，漂亮！哦，好的，好的，看准机会出后手。今天朱一俊的后手对于对方威胁性非常大。集中在后手，前手做掩护，在边后手，朱一俊在瞄。哎，机会啊！别犹豫啊！别犹豫啊！很好的机会啊！其实对手的这个拳架挺散的。好的，漂亮前手摆。这下没有完全的击中头部，但是意识还是好的。看两个人这个态势，打到后边这个比赛，两个人的体能都会极度的困难，极端的困难。裁判没有叫分开，推开之后抢啊！好的，可惜这下下潜之后呢，最后的后手的勾拳的还击没有能够打上，漂亮！给对手打迎击了，对手的距离的感觉上面似乎比朱一俊抓的要更好一些。拳架要举好，好的，注意力要集中。前手抬起来，前手抬起来。对方在中长距离上面的进攻的感觉比朱一俊要好，他的前手不能放松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在中距离上面，这是完全的被动挨打了。10秒，朱一俊屏一口气，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个回合当中再打出一组进攻来。接下来是比赛的第5个回合。看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的这个极点啊，谁能够先顶过去？朱一俊的中距离上面老是被对方的中距离的这个精度挺好的，朱一俊拳架要注意保护啊。好的，这个迎击还不错，进去打，好的。好的，朱一俊不要老是想等对方先打，对方的精度很好，朱一俊这个后打没有便宜。哎呦，这一记向左侧做一个环绕步之后，前手的侧身的直拳没有能够打中，反过来被对手打还击。朱一俊在这种还击和防守的这种技术上面还得要练。好的。好的。好的。近距离这种位置上面，朱一俊要打拳啊！中距离、远距离呢，精度不如对手，到近距离一定得坚决，到内拳一定要坚决。
朱一俊，对方这个空当这么大，别等啊，别等啊，别等啊！好的。 没问题啊，这个拳头呢，就算在拳台上面没有能够击中对手，但是呢，像这种拳头，你如果不打的话，更没有。是这场比赛的，哎，回头呢应该要注意一下，这个他上来的时候要检查一下护齿啊。朱一俊最后一个回合还能再拼一下吗？ 好的，哎呦，让对手打了一个启动的后手直拳。对方这出拳之后的空当啊，朱一俊老是不抓，显得非常的犹豫，这很可惜。当的，哎啊，用头撞了，这个头太低了，直接是。 好的。做完有效的防守之后，朱一俊这种在后撤过程当中再到，好拳，好拳，这个身体后拉之后后指打出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对，拼进来，坚决拼啊！别跟对方消耗，别消耗。朱一俊可能在身体力量上面也已经快要到极限了。最后的10几秒钟。 最后10秒，朱一俊打不动了，进攻打不动了。一组，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比赛大家还是再一次全场的掌声给这2位拳手好吗？谢谢，1、2、3。但是个人还是认为我们的朱一俊、阿力争议性获胜，不容易。知道这个结果也不要全场这么安静好吗？ 不管怎么样的话，还是掌声给我们的获胜者。爱卿平身。我们激动在拳台上面跪地向老天祈福，谢谢。这也是他人生的第1场职业的拳赛，就取得了胜利，非常不容易，而且是进行了6个回合的比赛。